喂，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我哋最新、最獨家、最深入嘅賽事大解剖啦。同大家直擊2026年4月1日星期三沙田夜馬第4場第4班1200米全天候跑道泥地大戰。廢話少講，逐隻同大家瘋狂起底。先嚟大家最中意睇嘅地獄判官環節，攞塊照妖鏡出嚟睇下邊幾隻熱門馬今日要直接畫個大交叉，一腳踢佢出局。地獄判官出巡，現形中伏陷阱1號偵探傳奇，第一隻要狠狠地飛走嘅就係孭住135磅頂磅嘅偵探傳奇。呢隻馬排12檔大外檔起步，喺泥地1200米排大外檔起步，如果要強行切入頸位，絕對會消耗極大體力。我哋睇睇佢嘅配備 ，BTT 眼罩及綁係蝕帶，眼罩嘅作用係收窄馬匹嘅視野，令佢集中精神向前望，通常會令隻馬跑得比較急進同搶口。大家試諗下個畫面，一隻戴住眼罩、情緒高漲想衝向前嘅馬，排喺最外碟嘅12檔，上面仲要坐住個經驗尚淺、啱啱先出道嘅減10磅見習女騎師袁幸堯。見習生要喺泥地大外檔控制一隻戴住眼罩急住佢嘅重磅馬，一旦起步切唔到入去，隻馬就會喺3、4碟全程望空，瘋狂同人鬥燒。就算減咗10磅，形勢上嘅被動同體力嘅極速消耗，去到直路一定無以為繼。呢種配備加上外檔同新丁嘅組合，絕對係災難級別。大家啲血汗錢慳返好過。5號越進齊歡，羅富全馬房交俾蔡明紹，排11檔要孭132磅重磅上陣。首先，蔡明紹騎呢類126磅以上嘅重磅馬，發揮往往會大打折扣，韁繩施展起上嚟未必最得心應手，呢個係不爭嘅事實。排11檔出閘後焗住要喺外碟食風食沙，冇眼罩幫手提神，冇防沙眼罩保護，蔡明紹喺重磅之下要喺泥地大外碟殺出一條血路，難度簡直係地獄級，直播率極低。直接獲較差，清走晒啲9死1生嘅伏馬，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裝備完美、形勢大好嘅黃金 package。全場最強首選12號後無來者4班霸主，全場所有條件最靚最完美嘅，毫無懸念，一定係佢。賽大熱暫時係2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開心5月就中間比較快嘅，但係3幾步外邊飛來霸走咗上嚟啦，白衫喜樂之星啊進佔第2位啦，第4位啊內蘭火神落出邊係顯勝高升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嘅馬黃衫啊暴風之子啦，後邊嗰5匹馬藍衫。藍眼罩係起舞飛飛啊，外邊呢仲有平天紅啦，後邊嗰3匹馬不勞而獲，後無來者暫時墊後係長勝力區嚟噶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就飛來霸嚟嘅，喜樂之星啊跟住個第2位啦，顯勝高升第3，開心5月第4啊，內蘭第5嘅馬呢，仲有火神落啦，中間橙色眼罩黃衫仲有暴風之子啊，響外邊藍眼罩藍衫紅帽呢，仲有起舞飛飛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平天紅啦，不勞而獲啦，大外檔呢，就後無來者包咗落咩長勝力區嚟㗎？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飛來霸，仲有一個馬嘅優勢，見到中間位置顯勝高升開始追啦，外邊藍眼罩上嚟㗎嘛，有起舞飛飛嘅衝勢亦都相當凌厲，馬林中間長勝力區，外邊仲見到馬匹有後無來者，最後100厘米起舞飛飛走啦，再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㗎嘛，長勝力區啊，外邊有後無來者，第4名埋邊，飛來霸機會係似乎高啲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有得追下喎。好彩起舞飛飛入彎就已經出咗頭先啦，走咗上嚟，結果贏。方家柏馬房處理第4班賽事，簡直係王者級別。落到4班就好似大石砸死蟹咁，贏馬把握力極度恐怖。今次佢抽到一檔無敵靚位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呢隻馬全身神裝，排一檔貼難行，前面冇馬踢沙俾佢食，舒舒服服。最緊要係咩？巴道操刀，巴道騎輕磅馬，發揮極之穩定。
呢隻馬只係孭116磅，超輕磅。起步只要順利貼欄守好位，直路拉出嚟一發力，絕對有力控制大局。爺馬呼聲極高，穩膽首選，重錘出擊。4號聖多多人馬合拍，眼罩激發最強鬥志，想向有實力硬淨嘅配腳，絕對要宜實。偉達馬房嘅聖多多。霍宏星同偉達嘅合作向來交出唔少頭馬，默契十足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有紫色眼罩風火猴王，粉紅眼罩第2位彩虹七色啊，內欄紅眼罩第3位嘅官萬象啊，出邊走上去馬呢，就聖多多啦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內欄蒙智多寶啊，第6位出邊黃衫黃帽就富心星啊，大約跟住個第7啦，紅衫白帽嗰隻呢，仲有呢隻猛將興啊，後邊嗰5匹馬過關勇士多多開心良區好友啊，尾於鑽色閃耀啊，暫時殿後係新力標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咗出嚟跑㗎嘛，埋欄位置係風火猴王嚟㗎，出邊富心星呢個時候走咗上去啦，聖多多啊跟住個第3，內欄第4個官萬象啦，粉紅眼罩中檔第5位就彩虹七色啊，外邊走上去啦，有呢隻過關勇士啊，後呢個馬匹先係宏志多寶猛將興啊，出邊鑽色閃耀啊。尾3藍眼罩良區好友，尾二多多開心包咗落尾咁啊，新力標嚟㗎。好，立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一對鬥緊啊，風火猴王埋邊，中間係富心星啊，後多層啦，粉紅眼罩中檔上啦，就係呢隻彩虹七色啊，出邊追上嚟㗎嘛，仲有隻過關勇士啊，最出嗰邊呢就猛將興良區好友，最後100零米富心星依然係佔先，都好有機會捧走呢個愛爾。呢隻馬排7檔，孭132磅，睇睇配備 B 眼罩。偉達幫隻馬戴眼罩跑泥地，意圖非常明顯，就係要激發佢嘅前速同集中力。眼罩封鎖咗兩側嘅視線，馬匹一出閘就會本能地向前衝。霍宏星嘅騎風非常之硬朗狠辣，推騎重磅馬絕不手軟。霍宏星嘅硬功配合眼罩帶來嘅集中力，喺7檔起步可以迅速克服中檔嘅尷尬。切入合道遮擋或者直接咬住前領馬，直路一度霍宏星大動作推騎，眼罩馬一定交出最強烈嘅反應，絕對可以殺個措手不及。11號猛將興呼吸矯正器全開，無聲殺手，想有分頭，隨時爆大冷嘅黑馬嚟超升馬房嘅猛將興，絕對係今場嘅極度伏兵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有紫色眼罩風火猴王，粉紅眼罩第2位彩虹七色啊，內欄紅眼罩第3位嘅官萬象啊，出邊走上去馬呢，就聖多多啦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內欄蒙智多寶啊，第6位出邊黃衫黃帽就富心星啊，大約跟住個第7啦。紅衫白帽嗰隻呢，仲有呢隻猛將興啊，後邊嗰5匹馬過關勇士多多開心良區好友啊，尾於鑽色閃耀啊，暫時殿後係新力標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咗出嚟跑㗎嘛，埋欄位置係風火猴王嚟㗎，出邊富心星呢個時候走咗上去啦，聖多多啊跟住個第3，內欄第4個官萬象啦，粉紅眼罩中檔第5位就彩虹七色啊，外邊走上去啦，有呢隻過關勇士啊，後呢個馬匹先係宏志多寶猛將興啊，出邊鑽色閃耀啊，尾3藍眼罩良區好友，尾二多多開心包咗落尾咁啊，新力標嚟㗎。好，立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一對鬥緊啊，風火猴王埋邊，中間係富心星啊，後多層啦，粉紅眼罩中檔上啦，就係呢隻彩虹七色啊，出邊追上嚟㗎嘛，仲有隻過關勇士啊，最出嗰邊呢就猛將興良區好友，最後100零米富心星依然係佔先，都好有機會捧走呢個愛爾蘭錦標啊。交俾班德禮操刀排6檔，孭118磅輕磅。排6檔，中規中矩，班德禮騎118磅輕磅，馬往往好似無聲殺手咁，流放極度冷靜。只要前面啲大熱門互相廝殺鬥燒，猛將興憑住完美嘅呼吸節奏同輕磅優勢，去到最後200米一定有源源不絕嘅氣力衝刺，做4重彩配腳一流，分頭絕對和味。跑馬無絕對，所有嘅戰術解剖都係幫大家大大提高勝算，臨場變數都好重要，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一定要留意沙圈隻馬嘅航圈狀態，睇下啲配備戴得舒唔舒服，隻馬有冇流汗急躁，先好最後撲除啊！
靈活走位，量力而為，先可以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呢個全方位解剖夠晒立體，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你哋嘅每一個 like 都係對我哋頻道最大嘅支持。記得 share 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大家一齊贏錢。同埋喺下面留言話，我知你嘅心水馬又係邊隻，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瘋狂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今晚夜馬大豐收，贏到馬會叫救命！我哋下次見。